拄则曾牧师伊的介绍吼，我爱更正一项代志。伊讲伊拢有过，我拢伫头壳内无影，我嘛拢有过。我有过，我的个嘛是逐字稿，所以我讲的大概啦吼，99%每一字拢有伫个内底。你会当对照。即摆真欢喜咱北威州教会的邀请。其实我来遮吼，要做即个 retreat， 心内有一点仔担当吼，因为曾牧师遮尔优秀的学者，佫是牧师伫咱的中间。我想讲，到底是要讲啥？伊特别甲我暗示讲，咱教会今年的主题，对约翰福音第4章，这我想讲吼，我也是照咱教会的期待甲主题啦吼，所以拄则真正亲像曾牧师所讲，伊准备即个敬拜，到底啥物叫做敬拜？讲用神用真实吼，迄个真实其实是真理的意思。Spirit and truth。曾牧师既然会讲20几讲的神吼，圣神吼，所以我就来讲即个后壁。因为我想讲伊后壁伊的今年下半段会讲真理吼，所以我伫遮先讲先赢。其实我的题目吼叫做“若是时要到”，重点是后壁迄句“现今就是”。即句话当然是耶稣Hello， 会使吗 ？OK， 好。现今就是时要到，现今就是吼。我的重点放伫迄个现今就是，因为即句话当然是耶稣甲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的对话吼，中间出现的字啦吼。毋过即句话除了呼应咱教会年度的主题以外，即句话互我回想着我伫1992年吼，伫太平洋神学院毕业的时。我的老师送我一幅图，这幅图呢，这是一个复制品吼。毋过这个像吼是这个 Albert Schweitzer 吼，咱拢知影，这史怀哲博士。重点毋是伊的像，重点是伊下骹讲的一句话。这句话叫做啥呢 ？Truth has no special time of its own. Its hour is now, always. 我搁讲一摆 ，Truth 真理 has no special time of its own. Its hour is now, always. 意思就是讲真理的时刻，真理无家己的时间，真理的时间永远就是现在。真理的时间毋是过去，毋是将来，咱每一个人拢爱伫现在来找真理的时刻。我的老师用这幅图，当然是这句话，这是 Albert Schweitzer 所讲。伊用这幅图勉励我，王爷你以后做牧师，你爱想，你会逐礼拜伫你的教会的讲台顶悬，迄个时间就是真理的时刻 ，the moment of truth。你着爱有即种的勇敢甲挑战的心，知影要安怎伫迄个某日某时某刻。爱讲出真理的声，安尼才会当有资格通徛迄个讲台。即个勉励是我的神学院的教授送我毕业的时，吼，伊当送我一个，我问讲是毋是逐个拢无我互你，所以我一直会记即一句话：真理的时刻永远就是现在。这甲耶稣所讲的话相像，吼，耶稣讲时要到。迄个时吼，时当然伫约翰福音内底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讲耶稣伊要得到真理，伊要得到丰盛的活命，伊要得到阳光啊，吼，
伊要 glorify， 伊要 be glorified。迄个时要到当时，伊讲现在，伊咧甲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讲 now， 吼，伊会甲每一个人拢讲 now。吼，耶稣甲伊相拄的时，甲耶稣相拄的时，迄就是你甲真理面对面的时。啊，所以耶稣讲的即句话，甲史怀哲所讲的话，其实是迄个异曲同工啊，共款的意思。所以我即摆呢，我准备既然要讲真理，真理的时刻呢，一直拢是现在。我要透过咱的圣经内底新约圣经吼，四本的福音书啦，吼，咱的新约圣经吼，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啊，当然佫有一个真重要的人，吼，是保罗。我要通过这四本福音书甲保罗吼，来看什么是真理时刻。你无想讲，这四个人吼，特别是头前这四本福音书吼，你无想讲因拢咧讲耶稣呢？因伫无相像的真理时刻在讲耶稣。毋过咱过去读圣经吼，特别是读福音书吼，你敢知影咱有一个无真好的习惯？是啥？就是讲吼，咱拢知影讲圣经是咧讲耶稣的故事吼，真侪重复的所在。啊，咱拢想讲吼，这重复出现伫马太，重复出现伫马可，啊，伫路加，吼，约翰是较少。啊，毋过出现伫头前三本福音书的，咱拢想讲，迄是共一种意思。吼，迄是共一种意思。啊，加上吼，咱咧，吼，咱接触着遐个圣经，除非你真有系统安尼咧读。啊，若无吼，咱通常拢是讲道的内底，吼，所有的人拢相像，吼，拢伫讲道的内底，牧师引用一段的圣经，啊，煞咧就解说迄段的圣经用迄个来讲道。啊，迄个圣经其实你知影讲，我哪像捌看过啊？毋知伫倒捌看过啊？可能马太嘛有啦吼，啊可能路加嘛有啦吼。啊，咱就想讲吼，遐个其实拢是共意思。我伫遮个，互咱逐个一个恁较无习惯的迄个讲法吼。每一个福音书拢有伊家己的真理时刻。咱无因为因讲的故事相像。咱的圣经内底有一个吼，有一个神者叫做五块饼两尾鱼饲5000个人。即个神者重复出现伫四本福音书，毋过因讲四个 message， 伊毋是讲共款，故事拢共款，毋过出现伫无相像的吼作者伊的设定吼。啊，咱因为咱拢断章取义啦，咱无啥咧看读这圣经站吼，毋知影头前讲啥，毋知影后壁讲啥。其实头前后壁，迄就是叫做吼，即个讲话还是故事的 context。迄个 context 决定伊的意义。嘿，我的妈妈细汉的时，定定甲我讲，吼，我迄阵足记住爱爬树啊，爬树啊吼，我的妈妈拢讲，搁去，搁去，搁去。我的妈妈是鼓励我搁愈爬愈悬吗？毋是，毋过你看字面啊，你看字面。感觉上啊像讲我的妈妈鼓励我愈爬愈悬啊，毋过毋是，你着知影讲迄个语气、迄个 context， 吼，你着知影讲我的妈妈伫要迄个修理我啊。啊，伊若叫我的名，普通时拢叫我红爷，吼。啊，有当时啊若咧受气，吼，伊就会叫安尼，周啊红爷。你着知影连名带姓吼，就是伫要食力啊。拢伫叫我的名，所以每一种的话，共款的字句，伫无相像的时阵，会出现无相像的意义。所以今仔日我还未讲以前，我要邀请咱甲我配合一项代志，请咱袂记即，吼，袂记即遮的故事重复出现，吼，这是咱的习惯啦。你无论听到伫啥，请咱将我下骹所讲的物件。我若讲马可，请你着毋好想马太，毋好想路加，也毋好想约翰。吼，我邀请咱，我知影咱可能无习惯，毋过今仔日吼 ，for the sake of truth， 为着真理时刻的缘故，你若无安尼吼，你袂当知影即四个福音书的作者在甲咱讲啥。吼，所以我邀请咱逐个人，我若讲马可的时，请咱毋好跳去别位，请咱着集中伫马可。这是我伫神学院的时所学到的。
所以我要来讲第一讲当然是马克。马克是上早写的福音书，咱逐个人敢知影即个代志？福音书4本吼，上早的是啥物人？马克，知影啦吼，毋知影嘛，即马恁就知影，毋是马太哈，马太是可能第2本，照福音书的顺序啦吼。毋过马太是安怎排第1？我讲到马太时，我会讲，是安怎较慢写的人，今仔日迄本册排伫新约福音书的第1名。第1本福音书上早的福音书是马可。毋过我要讲马可、马太、路加、约翰我爱讲一个共同点啦2个共同点，2个共同点。第一就是因拢有家己的 story world， 故事的世界 story world， 这非常的重要。每一本福音书家己就是一个世界，伊甲别个世界、甲别本福音书的世界可能有重叠，毋过毋是完全相像。准做伊互相迄个文字有是共款毋过迄个世界是基本上是互相独立的。这就是我在讲，请你毋好袂记，请你袂记即其他的。第2个真重要，这第2个真重要就是4本福音书甲保罗的上大的差别。咱毋好读新约圣经安尼足平面化安尼甲读过。咱爱知影一个上重要的观念。你即摆来参加即个退休会你若拢毋知影别项，我爱你会记住即项代志。读保罗甲读福音书有一个上大的无共。啥物无共呢？保罗的批信，拢总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未毁灭以前写。保罗的批信，拢伫主后70年以前写。所有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拢总伫主后70年耶路撒冷的圣殿毁灭以后写。即个圣殿的毁灭的前甲后，互即个保罗甲福音书所咧写的耶稣有一个上大，迄是一个分水岭。所以咱读圣经新约圣经，你爱知影有1/3的篇幅保罗的批信。迄阵还阁有圣殿，还阁有圣殿。福音书咧写的时，已经无耶路撒冷的圣殿。咱下骹咱会讲这有啥物影响？你若头一摆听到我希望恁是安怎我拢无 PowerPoint， 因为我希望恁专心听恁若免啥物记啦你若我讲的，你若是记袂起来我欢迎恁找机会去问我，拢袂要紧。圣殿毁灭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保罗的时代甲福音书的时代无相像。啥物影响呢？上大的无相像就是圣殿毁灭以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团体，犹太人嘛是足侪小团体啦，拢是宗教团体，有的甚至宗教甲政治拢相像。这个犹太人的团体伫主后70年耶路撒冷的圣殿毁灭了后，重新洗牌。本来有存在的，后来拢无存在，拢对这个70年拢总消失。6个团体，主要的6个团体，6个团体，咱伫圣经以内圣经外口，可能恁拢捌听过。撒都该人Sadducees， 法利赛人 Pharisees， 有一个团体走去死害遐味的，对毋对？恁敢知影迄个叫做啥？Essenes， Essenes， 迄个团体的名无出现伫咱的圣经，毋过咱对迄阵的文献内底知影。第4个叫做叫做奋锐党，Zealot， 耶稣有一个学生讲是参加这个迄是迄阵的义和团，犹太人的义和团。你若讲义和团是啥？你若小可了解中国近代史你就知影义和团是啥物种人这个 Zealot 就是犹太人的义和团。第5叫做希律党，甲希律是这个 Palestine 的统治者罗马帝国钦定。
第6个就是耶稣的团体，安尼6个团体。即6个团体吼，伫主后70年以后，其中的4个消失，只有剩2个。啥物会消失？希律党消失，即个撒都该人消失，Essenes 消失 ，Zealots 迄个奋锐党消失，即4个拢无。剩的2个，我拄仔讲6个，剩的2个是啥？法利赛人，甲啥？甲耶稣的团体。That's why 吼，你伫新约福音书吼，是安怎这真重要，这个代志非常重要。毋过无伫有当时无伫咱读圣经的 concept 内底，就是你伫福音书内底定定读到耶稣甲法利赛人咧辩论，是安怎？因为即2个团体是 survivors。福音书咧写作的时，已经反映迄阵的 reality。迄阵的 reality 就是拢无去啊，剩咱即2个。咱即2个人有啥物 competition？ 因咧竞争啥？竞争犹太人的向心力。本来有6个咧相抢，即马剩2个尔。即2个不约而同拢爱想一个办法，互因的 message， 上帝的 message， 会当吸引到迄阵的犹太的人流。特别是圣殿消失，对因来讲是非常大的打击。非常大的打击。伫即个以后，这变做哪像 Holocaust， 迄种会大的迄个 trauma， 所以福音书我伫遮爱互咱一个观念，福音书是一种 trauma literature， 是一种伤痕创伤文学。基本上，咱的圣经除了保罗的书信以外，保罗的批信伫即个圣殿毁灭以前若其他的，包括福音书，包括其他的书信，包括使徒行传，拢总是 post 70 CE 还是讲 AD 70年以后，迄是叫做啥？就是叫做创伤文学。经过大的灾难以后，亲像台湾真久以前拢总袂使讨论即个主题，久后来。有一项叫做创伤文学的一个真重要的研究，文学研究叫做228的文学研究。迄是啥？就迄阵的人留的，毋过迄阵袂使讲。到一直即个代志会当公开化了后，才有人咧研究迄阵的人写的诗，迄阵的人留的小说，这拢叫做伤痕文学。咱就是要讲即个伤痕文学4本。马可第1，马太第2，路加甲约翰啥物人较早本来逐个人拢感觉路加是第3，约翰是第4。毋过最近这20档的新约的研究有可能会改变即个路加甲约翰的顺序即马愈来愈侪的学者感觉路加甲使徒行传可能是福音书的相关作品内底可能是上晏。毋过这无要紧啊，这甲咱读的是无啥物关系，所以我今仔日第1个爱讲马可。我即摆来是要邀请咱做一个 tour， 好甲拄啊好，咱伫这是一个 auditorium 本来咱像一个 theater 愈侪愈悬是一个戏院的感觉 auditorium。我要邀请逐个人来做一个 backstage tour。我毋知影咱偌济人捌去做过 backstage 后台的，你来去看一个音乐剧、舞台剧有当时上第一吸引人的毋是伫头前看，逐个人拢嘛是伫头前看。毋过迄特别的遐个 membership 你爱交较济钱，还是你特别伊会带你去后台看，到底遮个人安怎演，遮个人安怎彩排，遮个人迄个道具、舞台道具、声光设备伊是安怎创？我即摆就是要带咱做一个4本福音书甲保罗的 backstage tour， 因为咱通常看袂到，咱安尼字面安尼看你毋知影这个册安怎，到底咧想啥才写出来。我希望讲有限的时间我邀请逐个人来做即个 backstage tour。
看即个 backstage tour 吼，4本册要甲咱讲因的真理时刻，讲啥物种的 message？ 我讲过，真理时刻无相像的迄个无相像的 context， 无相像的对象，无相像的时间，伊讲的 message 无相像。毋过你着爱坐对因的后台，你才会当看清楚啦。这是我想咱是，我嘛毋捌做过共款的演讲。我捌伫较学术的场合吼，讲过类似的物件。伫教会内底吼，向一般的会友安尼讲吼，这是头一摆。我感觉因为我 honor 我的师兄啦吼，曾牧师，我感觉伊的教会吼，有值得我讲一个较有 substance 的物件吼。因为恁讲迄种 spiritual 的迄个 inspirational spiritual， 我以往嘛拢讲这吼，我想恁咧听较济啊啦。来到遮尊重这个曾牧师是一个学者，所以我有挑战咱大家，挑战咱大家来做一个较深入的 backstage 的 tour， 4本福音书。马可，你伫恁的迄个 handbook 内底恁有看到我第3个圣经节，3个圣经节，这3个圣经节出伫对，这3个圣经节出伫即个马可福音的头前3节，头前3节啊，逐个人毋好小看这3节，是安怎咧？因为古早人写册古早人写册有当时啊无册名，像咱的福音书叫做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其实原来拢无册名，拢无册名，所以教会的传统甲咱讲，第一本叫做马太，第二本叫做马可，路加、约翰，若无本来的上早的遮个抄本是无遮个册名，所以你要知影伊写啥，咱现在的写册的方法就是讲，咱有一个前言，即个作者会伫前言preface 还是 forward 会甲咱讲到底即本册大概是咧讲啥物咱就根据迄就知影讲，原来我小可知影即本册，你会有当时你会看前言了，你决定无爱读有的人看前言决定讲来买即本册。古早的作者我咧讲的是福音书的作者因安怎介绍因的册，通常拢是第1节、第2节、第3节，第一个段落，因为伊当然伊无讲迄叫做前言毋过咱知影讲迄是伊的前言。伊会伫前言内底甲咱讲啥？甲咱讲迄本册咧写啥？伊会甲咱报读迄本册的所是。所以咱头前的3节我来读互大家听。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亲像伫先知以赛亚，咱遮有3个先知，毋过伊只有讲一个，用一个做代表。伊讲是以赛亚，我其实我小等下会讲亲像先知以赛亚的册所记载讲，我找我的使者伫你的面前来修正你的路。你敢知影即句话内底有几个圣经节？即句话内底，当第20节本身就是我咧讲的即3个圣经节。即3个圣经节出埃及记20章20节，马拉基3章1节，以赛亚40章3节。毋信你转去甲看，伫咱的手册内底有啦，有即3节圣经。即3节圣经exactly 就是第2节甲第3节。迄是一个组合啦，组合即3节圣经。第3节伊安尼讲，有得叫伫旷野的，伊的声讲，为万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即句话原封不动出伫以赛亚40章第3节。所以我列的迄3节出现伫1、2、3节安尼若定。毋过引用3个旧约圣经，特别拢总是上重要的出埃及记。马拉基甲以赛亚，即几本册拢总是新约圣经的作者的最爱。所以你要了解马可的 backstage， 马可到底讲啥？到底伊伫主后70年耶路撒冷圣殿毁灭的时
迄咱今仔日吼，你若毋知影这是商人文学吼，你袂当感动伊，你袂当感受即个马克偌伟大。马克是第一个福音书作者，毋过伊写伫啥物时阵？伊写伫天崩地裂的时，然后率领圣殿去互罗马帝国打甲平。失去你的信仰的根据，吼，信仰的基础啦。逐个人以前拢我的信仰就是甲耶路撒冷圣殿结合做，犹太人是安尼。毋过即个物件已然消失，啥物物件会当取代伊？就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第一个尝试要处理即个吼，要爱想出，当已经无圣殿的时，我要安怎将所有的犹太人吼，还是外邦人嘛拢好，因遮信仰要安怎搁再扭转来？所以用这30个圣经，我要一一来分析这30个圣经。第一10个圣经节，万军的上主讲：看，我要找我的使者，伫我的面前备办道路。这个伫马利基第3章吼，所以我要读马利基第3章1节2节，搁读4章5节到6节。我搁讲一摆，马利基第3章1节到2节，第4章5节到6节，我真紧读过。这个圣经节其实你现在毋免看，你有印象，你听我要爱你有迄个印象就好。3章1节2节，4章5节6节，万军的上主讲：看，我找我的使者，要伫我的头前备办路。恁所在找的主要忽然到伊的殿，名约的使者，Covenant Lord， 就是恁所羡慕的。看，伊来啦！独独伊来的日，下骹这真重要。第5节、第6节，伊来的日是最长的起。啥物人会当长的起？伊显现的是，啥物人徛会牢？看上主大搁通惊的日未到的大声，我要找先知以利亚，请咱会记住即个名。先知以利亚到恁遐，伊要互做老爸的心活转来向伊的囝，做囝的心活转来向伊的老爸，免得我来救助即个地。以上就是即内底有足侪 keyword， 即个 keyword 出现伫对，出现伫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安怎得到？就是对即个马利基。这马利基吼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册，不过伊的重要性，咱做基督徒的通常拢毋知影。即个马利基的经文吼，伫马可福音吼扮演2个上大的角色，2种的角色哦。请咱会记住这2种，你若要记这2种。马利基的经文伫马可内底扮演啥物角色？对，这影响伊安怎写圣经。第一，伊帮助马可将行洗礼约翰，甲伊写做先知以利亚。我搁讲一摆，这个圣经节，马利基的圣经节，帮助这个马可福音的作者，将行洗礼约翰吼 ，John the Baptizer， 甲伊写做以利亚，因为他拄仔遐有读到以利亚。到底伊咧写耶稣的故事，啥物人是以利亚？恁感觉啥物人是以利亚？JB 啦，我拢叫伊 JB，John the Baptizer。其实即摆嘛，较少人讲，甲伊叫做 John the Baptist， 因为安怎？迄个约翰毋是浸信会的会友啦。所以即摆翻译圣经吼，已经小可英语的圣经大部分吼，即 NRSV 的圣经吼，有一个 updated edition。已经改做 John the Baptizer， 行洗礼。所以咱台语的圣经的翻译其实是动足机先呐。足早遐尼早，巴克利时伊就甲翻译做行洗礼的人，Baptizer。所以这是这个人是扮演伫马可福音内底扮演以利亚的角色。第二咱较无想到，第一个咱可能想到，你会得。第二，马利基的圣经节，我拄则读的迄几节吼，帮助马可福音来定位耶稣伫后来11章到13章，马可福音的11章到13章，伊帮助即个
帮助即个马勒基的经文帮助马可来解说耶稣清起圣殿的意义是啥？咱拢会记即一个故事，对毋对？耶稣捌入圣殿安那？兵伊兵倒，对毋对？兵伊兵倒。其实迄个故事伫咱的马可福音内底占3章的，3 chapters 呢。马可福音拢总几章？16章。哇，翻译个奖啊！这有几偌济有咧教主日学，我相信伊真清楚。马可福音才16章若定。呾讲一个圣殿的事件伊讲3章。伊耶稣的少年时代拢一字都无写，毋过耶稣会入去圣殿迄样代志伊讲3章。其实耶稣伫马可福音内底恁敢知影几摆入去圣殿？搁约一个吧，约较济咧。2摆无够济，3摆。咱逐个人拢有印象的，就是兵伊兵倒迄摆。其实11章、12章记载耶稣3摆入圣殿。第一摆入圣殿耶稣去啥？去做啥？你敢知？有无印象第一摆耶稣入圣殿，随时做一项代志，就是去侦查敌情啊。去圣殿安尼头前后壁说一日，毋过无做其他代志。那像去做一个 surveillance 做一个侦查的动作。第二摆第二摆是啥呢？第二摆就是咱逐个人拢真熟迄摆兵伊兵倒迄摆。迄记载伫12章的头，第3摆记载伫12章的尾。这第3摆耶稣搁再一摆，第3伊兵伊兵倒了就入去，搁再一摆入去的时耶稣就甲所有的圣殿的遮个领袖圣殿的遮个高级官员一切拢总见了甲因拢车轮大战一遍，甲因辩论。你若下暗困袂去，请你去读11、12、13马可福音。咱毋捌安尼读，真啊，咱过去毋捌安尼读。你这互咱的圣经故事会活起来。你若知影讲这对对来，对马略基，约翰福音马可福音的作者为着马略基做即个代志，伊帮赞伊定位即个行洗礼约翰。帮赞伊定位即个耶稣清起圣殿，伊甲定位做啥呢？定位做马略基咧讲的，即讲上主要忽然间来到伊的圣殿。耶稣伫耶路撒冷最后一礼拜入圣殿3摆的动作，伊甲伊综合起来，讲马可的 concept 就是讲耶稣迄摆入圣殿，侦查伊推翻迄个兵伊兵倒第3摆，甲所有的圣殿的官员拢车轮大战。这是啥？这就是马略基咧讲。我搁甲马略基迄段的圣经，伊讲看上主大搁通行的日未到的大声，我要找先知以利亚到伊遐。这就是伊咧讲。找先知以利亚做前，甲恁预告讲上主就要到伊的圣殿。所以行洗礼约翰就是迄个先知以利亚，伊已经来 announce 请恁逐个人爱悔改。若无咧，上主就是耶稣基督，伊得要忽然间到圣殿，所以耶稣伫11章、12章、13章忽然间到圣殿，伊讲迄是上主大搁通行的日子。迄日啥物人抵挡会牢？抵挡袂牢。无人抵挡会牢，因为耶稣已经甲遮个人兵伊兵倒，搁甲所有的人拢总骂过一轮。圣殿的 establishment， 圣殿的 officers， 拢总抵挡袂牢。伊讲恁所找的主要忽然到伊的殿，恁无法度通看伊已经来。所以遮个就是帮助即个马可福音在写。所以我讲即个非常的重要的3章。其实这3章就是马可福音，我讲伊是伤痕文学，是安怎？伊已经圣殿无去啊，所以伊写这3章，
暗示的方法，写亚西里约翰也好，写耶稣安怎甲圣殿有即个 interaction 吼，真歹的 interaction。伊基本上马克是咧教伊个，伊是咧安慰伊的读者，伊的读者拢活伫迄种 trauma、post trauma 吼。这是吼，迄个咱今仔日就讲 PTSD 啊吼，你就是有即种创伤吼。伊咧安慰伊的读者，讲逐个人毋免烦恼，逐个人毋免心背北，毋免心伤悲。耶路撒冷的圣殿毁灭，为什么？因为耶稣早就讲，耶稣早就亲像马勒基咧讲的，耶稣真正嘛是忽然间来进 inspection， 忽然间来检查伊的圣殿啦。耶稣是那亲像马勒基咧讲的上主忽然间要入圣殿，当然突击检查，圣殿去互耶稣发现讲无及格。圣殿的硬体也无及格，软体也无及格，软体就是讲即个敬拜啦，即个拢总无及格。所以至到主后70年，伊会怎啊消失？这是耶稣早就已经讲。其实无啥要紧，其实无啥，伊主要是要讲无啥要紧啦，因为耶稣要取代即个圣殿。咱阁会记起无？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伫耶稣定十字架时。写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代志，耶稣一断开，圣殿发生啥物代志？嘿，我甲大家讲路加毋是安尼写，路加嘛有迄个至圣所的即个张梨嘛离开，毋过路加写啥你敢知？恁可能毋知，路加写耶稣还未断开，就离开。只有马可是大声的啦。我以后我讲到路加的时，请恁提醒我讲是安怎因会有即个差别。马可写耶稣一断开，就迄个离开，表示啥？对打以后恁拢无需要圣殿，伊嘛无圣殿啊。无圣殿的时，马可福音写讲恁无需要，其实恁无需要，因为圣殿消失即个物件，耶稣早就讲。第二，即摆消失，恁嘛毋免伤心。因为恁无需要，耶稣的死，这叫做 atonement， 叫做代赎，替赎，耶稣替咱赎罪，这就是马可福音的神。这对打以后，毋免经过圣殿，咱逐个人会当甲上帝有直接的关系，毋免通过祭司，毋免通过至圣所，这就是马勒基为着马可福音所做的舞台。这是 backstage， 第二段的经文出现伫出埃及记。马可甲出埃及记嘛有真重要的故事啦。这影响啥？这毋是影响其中的人物甲事件的定位，影响马可福音讲耶稣故事的顺序。这着爱请咱逐个人小可回忆，恁若读过福音书还是读过出埃及记你就会知影，我无讲，恁可能想袂到啦。出埃及记的顺序是啥？出埃及记的顺序是对啥物会开始？恁个会记得无？对，安那。OK， 我来讲迄个，我规气讲耶稣好啦。耶稣的故事的顺序。耶稣出现伫马可福音第一件代志，就是伫约旦河受啥物人的洗礼？约翰的洗礼，请咱会记是约旦河。耶稣过约旦河接受祭司的洗礼。第二项洗礼了后，耶稣调入伊的学生嘛。一开始是两对兄弟，对毋对？两对兄弟。无偌久，伫第三章，马可的第三章，伊就调偌济人。Come on， 你拢袂记啊？嘛，连遮简单的都袂晓吗？几个学生？12个学生，你知影12是啥物意思吗？毋是完全，完全对。毋过是安怎叫做完全呢？因为12代表以色列的支派。
12个支派。啊，扫雷叫做啥物货？扫雷吼，扫雷是啥？耶稣的医治就开始啊。耶稣医病赶鬼吼，对第1章的21节开始。啊，扫雷就是我拄则讲的迄个真重要的吼。第6章啊，甲第8章有一个5000人，吼饲5000人，5000命两尾去。啊，毋过马可佫有加一个饲几个人的？4000人，啊留偌济迄个7，5000个留偌济12，你敢知影是安怎呢12支派， ？12支派是5000个，迄个7是啥？毋知影？毋是，7是外邦人的数字，12是犹太人的数字。所以马可用即2个养饲的故事，这毋是 repetition 的，这毋是重复讲2摆呢。啊，细节有差别，这是袂使省略的。伫马可福音内底袂使省略。伊讲耶稣是养饲犹太人，佮养饲外邦人，啊，拢会有村，吼，拢会有村。犹太人是剩12頃，这是犹太人12个数字嘛，7这是外邦的数字。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咧讲因设立几个执事啊？7个，哦，讲外邦人因的需要，吼，无得到满足，使徒拢咧顾传福音啦，所以设立7个执事。迄个意思就是讲福音要扩展到犹太人以外世界，所以迄个7足早就是即个数字。这旧约圣经嘛讲70，吼，因讲70个数字，就是外邦7，吼，甲7有关系。所以养饲啊，甲医病赶鬼，医治甲养饲。啊，煞咧有一个故事，耶稣伫山顶安那变貌 ，transfiguration， 吼，山顶的变貌，这伫第9章。啊，煞咧耶稣最后一摆入耶路撒冷是为着过啥物节？最后一摆。马克哦，请你毋好。搬过 Passover， 耶稣伫 Passover 的中间，互罗马政府抓起来定死刑。所以我甲即个耶稣的故事的顺序，搁再讲一摆。耶稣过约旦河，受祭司的洗礼，伊调12个学生，12是代表以色列的数字。耶稣医病赶鬼养饲，吼，对5000养饲甲4000是犹太人啊外邦人。耶稣伫山顶有伊启示伊吼 Epiphany， 吼，这叫做 Epiphany。耶稣启示伊的身份，最后耶稣伫 Passover 吼受难甲定十字架。以上即个故事吼，就是出埃及的故事。是安怎伊第2个圣经节引用出埃及？因为这就 exactly 出埃及的故事 in reverse。出来记的故事 in reverse， 咱中间敢有人爱食寿司，一定袂少。有一种阮加州的物件叫做 California roll， 啊，搁有一种叫做 reverse roll。哈，无啦，恁食的拢总是 reverse roll， 就是讲若饭包伫外口的，努力包伫外口的，迄是上古早，啊后来就变做饭包伫外口，这叫做 reverse。即个出来记的故事，吼，拄啊好就是耶稣的故事的 reverse。啊，你嘛会使讲吼，耶稣的故事，马可的耶稣的故事，就是出来记的故事的 reverse。你无注意，我互咱逐个人知影，吼，到底是安怎讲叫做 reverse。出来记是啥物季节发生的？Passover 发生的，Passover 发生即个出埃及的故事。啊，恁阁会记即数字是啥？出埃及了去佗？山顶，西奈山，啊有啥 Epiphany？ 上帝启示伊是一个啥物种的上帝？呼召因的上帝。啊，数字是啥？上帝伫旷野医治所有的人，养饲所有的人。用啥物货养饲？玛纳 ，OK。所以啥物人过约旦河？
约书亚过约旦河，过约旦河了，约书亚做啥物代志？伊去做这段召集12个支派的领袖。所以我搁讲一摆，出来日记的故事是对谁开始 ？Passover 开始，耶稣的故事对 Passover 结束。第二个就是 Epiphany 伫山顶，耶稣的变貌是倒数第二，有若是 Epiphany。上帝伫旷野，伊伫玛纳养饲逐个40天耶稣是50块饼2尾鱼5000甲4000。约书亚过约旦河，耶稣的开始就是伊伫约旦河召集12个学生。你知影约书亚甲耶稣啥物关系吗？共名。加修啊，就是 Jesus 的希伯来文的名。所以，若伫耶稣的时代咱今仔日是甲叫Jesus迄是希腊名。希腊的加修啊，你若甲伊 transliterate 做希腊文就是叫做耶稣啦。毋过迄阵，我想逐个人拢叫伊约书亚。嘿，约书亚巴约瑟。巴约瑟啥物意思？恁敢知？巴是啥？巴是阿兰的囝的意思。咱有一个英语名叫做 Benjamin， 你敢知影 Ben 是啥物意思 ？Ben， 敢有人叫 Ben？ 囝的意思啦。所以耶稣捌叫西文要甲伊改做彼得的姓情，耶稣安怎称呼西文？称呼彼得的西文巴约纳。意思就是讲，约纳的囝西文，对打以后，你无搁叫做西文，你要叫做石头啊。彼得 Petros， 希腊文的石头，所以变做石盘意思。我要将教会起做伫你的顶端。耶稣伫当时伊的朋友也是啥，可能会叫。迄阵的习惯就是叫你，因为惊讲共名，所以连你的老爸拢叫出来。所以耶稣应该是约书亚巴约瑟安尼。约书亚甲耶稣是共名。所以你有看到无？我拄则已经讲，耶稣的故事就是出埃及的故事、入迦南的故事的翻版。顺序颠倒变哪定？出埃及的故事对 Passover 到约旦河，我想讲头尾啦。Passover 搬过节，终点是约旦河。耶稣的故事是对约旦河开始的，终点是啥 ？Passover。这就是安怎？这个马可福音引用这个出来记提供他的故事大纲。第三个，最后一个就是以赛亚迄个以赛亚这个提供什么话？对马可来讲是十足重要，因为伊提供上济物件，拢总有三个物件，神学的观念。第一，就是耶稣的故事呢，上定一个新的出来记，是安怎叫做有声咧讲？咱伫马可福音有声叫讲，伫旷野避办上主的路，沙漠的地修平咱上帝的道路。即句话咱读到的拢总是行洗礼约翰所讲。其实这个话出伫对，出伫以赛亚。这个先知以赛亚的先知，这是40章以后这个以赛亚啦。咱毋知影伊叫啥物名，伊毋是迄个主前第8世纪迄个以赛亚，因为伊的话拢今仔日保留伫咱以赛亚。以赛亚是安怎会有66章的？是咱的圣经上大本，除了诗篇以外，旧约圣经上大本的是安怎？因为伊吸引非常侪无名的先知的话，拢总吸伫内底。其中上重要的，就是即个40章到55章，即个人写。我伫遮互恁一个私房秘诀。你若真正拄着艰苦心的代志你找无圣经安慰的话，
你毋知影要找啊，拄啊，迄个曾牧师在休假，袂当去甲伊交叉的时候，我甲恁讲，圣经上安慰的话，拢出现伫以赛亚40章到55章，40到55，是16章内底，是咱的圣经以赛亚40到55，听好，这是我今仔日免费奉送。哦，你若真正找无安慰的话，我非常济摆拄着艰苦心的代志，我去地看圣经，我无人通讲，我甚至讲袂出来，我就是来到遮。即个因为是安怎？这是上安慰的话，因为遮个话出现伫另外一个 trial and struggle 的情况，你着爱有迄种的真理时刻，伫艰苦心的时吼，才会出现即种话。即种话吼，即个话40到55章出现伫啥物种的 context？ 出现伫以色列百姓受掠到巴比伦。也毋过迄阵吼，已经看到即个 the end of the tunnel， 咱咧讲吼，即个隧道的尽头有亮光啊。啊，毋过足细，吼，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时候，毋过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there will be light。哦，有即个已经有看到一束束仔的光，即个就是迄种的时刻，40到55章。所以，即个先知呢，甲遮个伫受掠巴比伦的人讲吼，请恁着爱刚强壮胆，光得要到伫咱的中间。所以，伊讲的完全拢是安慰的路。所以讲吼，旷野避办上主的路，沙漠的地伤白咱上帝道路。你敢知影这是啥？这是出埃及 in reverse。我再讲一摆啊，遮个话啊。这 JB 啊，行洗礼约翰引用的话，这话出伫这个以赛亚第40章的开始。伫旷野避办上主的路，沙漠收病伊的路，是安怎？着爱避办路，着爱收病路，因为因要转去故乡。伊咧，这个先知咧邀请这个受掠到巴比伦，行李款款的，咱得要转来啊，要转去咱的故乡啊。他有可能转去故乡，伊讲上帝会为咱开路。这是一个出埃及的 in reverse。出埃及恁会记住无？出埃及是啥？伫红海内底啥物呢？分开即个红海嘛吼。逐个人分开即个红海，行啥？行大地嘛，这是出埃及嘛，对毋对？过红海，伫海中做大地嘛。啊，毋过即个先知讲吼，因为因逐个人拢讲吼，上帝的上大的作为吼，已经伫摩西的时代发生了，无可能有比迄搁较大的。咱无可能转去咱的故乡啊，已经到第2代、第3代啊。上帝已经做过啊啦。即个先知讲 no， 你毋知影，上帝会当做 reverse。出埃及，摩西的出埃及是伫沙漠伫即个海内底开大地。毋过以赛亚即个40章到50章吼，伊讲收病遮个路是啥？沙漠要安怎？开大路，啊，要搁啥？江河。沙漠开江河。嘿，伫大地内底出现江河，伫江河内底开路。这就是咧，这个先知就是咧讲吼，上帝的作为毋是单恁以前经验，所以讲吼，请恁袂记这以前的代志。上帝要做一项新的事，恁以前毋捌想到，古早的人嘛毋捌经验到。上帝会当将古早摩西的出来经吼，甲伊倒变过来做，恁毋捌想到的吼。这是 California Roll in reverse。就是这个先知讲，所以伊毋是单讲安尼啦，定伊是说预告讲吼，请恁爱振作起来，上帝今仔日要咧做工，毋是真正上帝无咧管咱。所以这个话吼是第一个观念。耶稣的 New Exodus 新的出来及，伫马可福音内底是啥？恁敢知影？伊有看觅。耶稣的故事内底最高潮是啥？袂记了啊，搁偌济嘛？
对毋对？搁我是毋是耶稣的故事一定爱去的所在？即个马可福音就是写，你敢知影伊写到 Passover 了要写啥？出来紧嘛。伊的终点就是，伊其实毋是伊的终点，伊是甲迄个旧约的故事、出来紧的故事写甲伊倒边写甲 Passover， 耶稣定死了，讲迄毋是终点啦，终点了是出来紧啊。迄个出来紧是啥？迄个出来紧就是耶稣的国话。第二个观念，即个以赛亚互即个马可福音得到第二个 insight， 神学的 insight 就是受苦的萝卜。40章到55章即个以赛亚内底有4首的诗，恁若毋知，请恁问迄个曾牧师有4首的诗，叫做 Song of the Servant， 特别就是 Suffering Servant， 受苦的萝卜。咱有当时恁捌读过迄个客英文吗？伊受逼迫，咱得着伊好，伊安怎你捌读过无？伊亲像羊羔拖到受台，地拢无出声。遐个物件是啥？遐个物件就是 Suffering Servant 的歌，出伫以赛亚40到55章。这提供即个足重要的，是安怎？这足重要，因为马可福音找无其他的物件通解说是安怎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毋过耶稣是定十字架的弥赛亚，这是原理啊，这叫做 moron， 这叫做 paradox。犹太人无法度通相信耶稣一个定十字架的人是弥赛亚啦，一直去互人拍败的，因为想象弥赛亚就是 Victoria， 就是胜利的。啊，毋过耶稣定十字架，你免啊讲定十字架的一个人是弥赛亚。即个马可福音是一个 genius， 作者 genius， 伊去找到即个以赛亚40章到55章，因为遐有迄种受苦的萝卜，啥物受伤的芦苇啦，上帝无爱子，要花的灯火伊无拍实，这讲即个受苦的萝卜。伊讲，这就是讲耶稣啊。耶稣的弥赛亚，耶稣的 Messiahship 是一种受苦的 Messiahship， 这伊是第一个安尼讲。若毋是伊讲，咱拢无法度通想出讲定十字架，啊，甲因传统咧讲的弥赛亚要安怎结合做伙，因为迄讲袂清，所以这是第二项真重要。最后一项上重要，以赛亚40章到55章提供马可福音一个上重要的物件，啥物物件呢？比其他遮以上我讲的拢更较重要，就是提供伊一种册名。马可福音一开始讲啥？耶稣基督上帝的囝，啥？福音的起头，福音 ，Gospel， 伊个语叫做 Evangelion， 福音好消息 ，Good news。即个物件你想迄阵伊写耶稣，马可是第一个写耶稣的故事的人，伊会当写讲我下骹要写耶稣的生平，记伫下面。耶稣基督上帝的囝，伊的生平，还是伊的传记，伊的故事，记伫下底啊，伊拢会使写 bio， 还是伊的啥物 story， 还是伊的拢会当写。迄阵即种物件拢有，毋过伊发明一个物件，伊拢无用这个，伊讲福音。Good news， 这 Good news 出伫对 ，Good news 出伫以赛亚40章到55章，伫对呢，伫40章第9节，41章27节，52章第7节，所以我来读这个圣经啦，看你你一定有印象的。报好消息互锡安的，报 Good news， 报 Gospel， 报福音互锡安的，你着上关山；报福音好消息 ，Good news， 互耶路撒冷的，你着尽力出你的声。我大声对锡安讲，看，我要将一个报福音好消息 ，Good news 的赏赐互耶路撒冷。报好消息，福音 ，Good news， 传和平，报福气的 ，Good news，Gospel，Good news， 好消息的。
传救恩的对圣诞讲，你的上帝做王，即人会骹上山顶睡到早暝。即内底 Good News 出现几摆，非常侪摆啊！即段的圣经出现伫40章9节、41章27节、52章7节，这互马克一个 insight。我要写耶稣的故事，我无爱讲耶稣的传记，迄无遗憾。我无爱讲耶稣的生病，迄嘛无遗憾。我要讲耶稣的 Good News， 因为迄是即个以赛亚40到55章所伫讲。所以以上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我知影今仔日有若真晚，你小等阁有一个分组讨论吼。我爱请咱大家想一个代志：恁什么人伫恁的人生的境遇内底，伫创伤的时，逐个人拢有啦。除非你特别特别的受上帝的祝福，你讲我一生到即马，逐项代志拢二担当的代志拢毋捌拄着。若有，请你来甲我讲，我要请你甲我祝福一下。咱若拄着二担当的事，你敢有真正会当对马可福音？我希望你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写耶稣的故事的时候，讲这是 Good News。伊的真理之声，伫一切黑暗的经，我讲过啊，主后70年，因的信仰的根基拢已经raised to the ground， 拢总已经平平的是，有一个人出来讲，我要报恁一个好消息。咱看到目睭看到的，毋是最后的结果。所以你看伊用拄则迄3节，即三本的出来日记、马列基、以赛亚40到55章，我已经报咱 backstage 即个马可福音。你若知影即三个圣经，即三本圣经吼，甲即3节的圣经，甲伊的意涵，拢出伫头前的3节内底。你若读有头前的3节吼，其实你读即本册吼，迄个8、9不离10啦。吼，我望你后一摆去读马可的时，请你会记住，马可是一个创伤的时，激励所有的读者的福音书。你看耶稣的故事，是怎样会当伫遮圣经节吼，安尼迄个氛围内底吼，提供咱向前的勇气。这是马可互咱的 message， 马可互咱的真理之声，是一个主后70年无法度伫失望的中间、悲伤的中间所发出来的真理之声。我望这马可福音，你后摆去读马可福音的时，想到迄头前的3节，甲所有的圣经节，望对你有帮助。咱3工仔通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即个机会。虽然逐个人肉体真野善，毋过阮望会当对耶稣的故事，特别是马可福音，来看伊要怎样伫阮的中间做工。求你将即个真理的时刻所发出的宝贵的声音，马可福音，伊怎样引用圣经，伊怎样写耶稣的好消息。望阮每一个人伫阮一生的路程，若拄着共款类似的恶担当，会当会记得伫黑暗的时刻，有一个亮光伫阮的头前。检猜迄毋是歹消息，是好消息的开始。求主你继续帮助阮今仔日下面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名，阿门。